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1天，3月28日。題目：被召離開安舒區。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你要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為大國，我必賜福給你，叫你的名為大，你也要叫別人得福。創世記12章第1至2節。亞伯蘭驚險嘅故事從一個呼召開始，神召喚佢離開故土吾珥，踏上信心之路。喺古代，咁樣嘅離鄉背井絕非尋常之舉，遠非現代人輕易遷徙可比。3000年前嘅近東地區，離開家族意味着失去庇護，隻身漂泊更係危險重重。就好似華人遠赴異地嘅時候，經常聚居建立唐人街以求互助一樣，古人無法單獨喺陌生嘅環境中生存，尤其喺彼此唔信任、神明信仰多元嘅社會中更係如此。讓我哋從佢哋嘅視角，想象一下亞伯蘭當年嘅心情。當時嘅社會普遍信奉地域神明，每一族、每一城都有自己嘅守護神。人們住山敬山神，行船求海神。例如天后、媽祖般嘅信仰就係實況。亞伯蘭卻喺咁樣嘅背景下，聽從耶和華嘅召喚，選擇離開熟悉嘅家園，僅憑一份對神嘅信念，勇敢踏上信心嘅旅程，去到全然未知嘅土地。呢份呼召中包含咗無比壯闊嘅應許。第一係要成為大國，第二係名聲顯赫，第三係別人將因佢蒙福，第四係祝福佢嘅人蒙福，咒詛佢嘅人遭受咒詛。然而呢個時候嘅亞伯蘭膝下猶虛，甚至因妻子撒萊無法生育，幾乎已放棄咗傳承嘅希望。點樣能成為大國呢？無子就係無福，仲點樣能使其他人得福呢？亞伯蘭有冇真正相信呢個應許呢？佢嘅行動俾咗我哋答案。佢毅然離開安舒區，佢嘅安全感全然建立喺上主身上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仔細審視亞伯蘭嘅故事，有冇發現佢嘅經歷比想象中更為艱難呢？不妨花啲時間，讓心靈進入佢被召嘅過程中，體會一下佢所承受嘅壓力與挑戰有幾重。第二，亞伯蘭勇敢踏出安舒區，因為佢嘅安全感建立喺上主身上。咁你呢？生命中經歷過點樣嘅挑戰呢？你嘅安全感又建立喺邊度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幫助我領會亞伯蘭信心嘅心意，願我喺呢條信仰嘅道路上真心尋求對你嘅了解，使我嘅安全感能建立於你嘅同在，以致我能一生忠實地跟隨你。求你賜我智慧與力量。阿門。